國際上來關心兩戰灰安的意外，這是哥倫比亞南部的 Amazon 這個地區，昨是有這軍用的運輸機載落來，這是一架載125個人的運輸機，在起飛了後呢，無偌久的時間，哪像就是因為發動機導火轉出代誌。州長是表示講，這場悲劇已經造成上無66個人死亡，數十個人受傷。目前這軍方已經封鎖現場，大量的傷患也攏送去首都來搶救。事故現場規個如蒼蒼滾起的殘骸嘛，斷幾來節。這架關在一片運兵任務的 C-130運輸機飛無2公里就發生意外。事故地點附近的居民就表示，迄時飛行機飛甲有夠低，已經要磕到塗骹，而且閣看到倒邊的眼鏡曝火光。因為迄時飛行機頂懸有載足儕官兵，還閣有物資，飛行機摔落去了後，發出真大的聲音，互附近的居民攏驚一跳。Ya cerca a la casa de mi parcela, venía ya casi arrasando el suelo y ya venía en ese momento un motor prendido, el motor izquierdo。災難發生了後，附近的居民無顧慮到飛行機頂頭的彈藥可能會爆炸，攏趕緊衝去失事的地點提供水，還閣急救。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特別鋪文感謝這居民救別人的囡仔。也納空軍目前已經調一架 C-130醫療專機，還閣有 UH-60烏鷹直升機，加100外的軟橋，加10外的受傷的人送去首都波哥大的軍事總病院，嘛佇咧現場建立臨時的診所。軍方表示已經初步排除非法武裝組織攻擊的可能。空軍司令部表示，這架編號1016的運輸機佇咧飛進前，真濟檢查攏符合規定。不過是安怎會佇咧飛了後發動機就導火，要閣進一步鑑定。De igual manera hemos enviado un equipo investigador para empezar a determinar cuáles son las causas de este siniestro. En este momento no conocemos detalles, salvo que tan pronto despegó la aeronave, sufrió algún problema y se precipitó a tierra más o menos a un par de kilómetros desde el aeropuerto。目前，空軍、陸軍相關的技術專家已經入去失事的現場，針對發動機的殘骸還有烏壓巴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，來釐清這擺的事故真相。也那這擺的事故，嘛互足儕人在討論講，軍用的運輸機年齡愈來愈大，還有維修的預算無夠等等的問題。公視新聞，戴維仁編譯。